Hello，大家好，你哋最近點啊？我係阿 Max 喎，今日又同大家見面。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越嚟越多外國人啊，尤其是中國大陸，都選擇嚟馬來西亞生活呢。喺個影片開始之前呢，記得大家嘅觀眾朋友幫手讚好、分享、留言，仲有訂閱我嘅 YouTube。嘿，大家好，我係阿俊豪啊，今日好開心同大家見面，同大家傾下偈，彼此了解多啲。之前條片講過，我作為一個廣州人嚟到吉隆坡之後，真係被大馬人嘅高素質徹底震撼咗。今日我有一個話題，好希望同大馬嘅觀眾朋友分享下，點解我會選擇留喺馬來西亞發展，而唔係返廣州呢？我成日俾人問，你廣州人嚟㗎嘛？做咩唔返廣州發展，係都要留喺馬來西亞？今日我一次過話俾你知，不經不覺逗留喺馬來西亞都已經有超過7個月嘅時間。有可能你係新嘅觀眾朋友，你哋唔了解我，其實我係廣東佛山人，今年係32歲。點解我會嚟馬來西亞呢？原因就係一個好巧合嘅機會。我自己喺澳大利亞畢業，讀電子資訊工程，我係中國其中一間好出名嘅著名公司嘅僱員。而佢哋喺疫情過後喺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金融中心 TRX 成立咗第一間海外公司。我哋馬來西亞分行已經成立咗3年，我哋嘅業務亦都迅速擴張緊。馬來西亞仍然缺乏呢類專業領域同工程師，我哋嘅總部決定派幾個受過良好訓練嘅經驗豐富嘅工程師去吉隆坡進行我哋嘅擴張計劃。呢個就係一個好巧合嘅機會，我係其中一個工程師由我嘅中國總部轉咗去吉隆坡。點解我會選擇留喺馬來西亞發展，而唔係返廣州呢？第一個原因係人。喺廣州，城市好大，節奏好快，但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反而好遠。你行過條街，大家低頭睇電話，你問路，人哋可能趕時間唔得閒理你。但嚟到吉隆坡，我發現大馬人有一種自然嘅禮讓。你過馬路，車會停低等你行先。咱們的開車基本素養杠杠的。首先，開車不鳴笛，不催促，打轉向燈之後及時讓行，這種相互尊重的感覺，真的太棒了。其次就是後面的車逼近要超車，前車就會主動讓行，而且讓行之後，後車就會有雙閃表示感謝。這種開車的狀態真的點讚。你排隊，冇人會打尖，冇人會推撞。你去茶室叫嘢飲，Uncle 會記住你中意小甜。呢啲細節可能好小事，但對我嚟講，呢啲就係生活嘅溫度。熱心助人，除咗開車有禮貌之外，你有冇發現馬來西亞人有一個好正嘅優點，就係好中意熱心助人。Tolong. Jom. Ya Allah. Tak dapat lah. Tolak kereta. Macam mana you tahu tolak kereta tak? Bahaya kan satu amoy kan? 喺路邊，如果你架車爆胎或者死火，好快就會有人停低問你 ，Boss，OK 嗎？需要幫忙嗎？就算係落大雨，大家都好肯整污糟自己件衫去幫你推車。喺呢度，幫人係唔分種族同語言嘅。你用廣東話、馬來話或者英文，大家都會盡力明白你。就算指手畫腳，都要帶你行到去目的地為止。呢種就係我哋最自豪嘅大馬精神。第二個原因係生活節奏。廣州嘅生活係快、趕、逼，返工放工好似打仗，放工返到屋企已經攰到唔想講嘢。但吉隆坡雖然都係一線大城市，我發覺大馬人識得慢活。放工真係放工，假日真係休息，週末去飲茶、去行公園、去揾好嘢食，佢哋重視生活多過重視揾錢。同埋街邊茶室嘅 uncle、auntie 會同你傾偈，會記住你中意飲咩茶，會問你今日食咗飯未。呢種人情味喺廣州已經買少見少。
第三個原因係文化包容。廣州雖然都係大城市，但某程度上文化係比較單一嘅。但吉隆坡呢度，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外國西方人、日本人、韓國人、黑人啦，仲有其他唔同族裔嘅人一齊生活喺同一個城市，大家各自保留自己嘅文化、語言、宗教，但同時又可以互相尊重、和平共處。我見過馬來同胞幫華人朋友睇檔，見過印度 Auntie 同華人 Auntie 一齊飲茶，見過開齋節、農曆新年、大寶森節，成個城市一齊慶祝。呢種多元共融嘅氛圍，我喺廣州真係未感受過。當然，廣州係我嘅家鄉，我永遠都愛廣州。但選擇留喺馬來西亞，唔係因為廣州唔好，而係因為吉隆坡俾到我一樣嘢，叫做生活嘅質感。大馬人嘅高素質、文化嘅包容、生活嘅節奏，呢啲嘢加埋一齊，令我覺得呢度係一個我可以好好生活嘅地方。你哋又點睇？你覺得留喺一個城市最重要嘅係咩？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故事啦！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傾過。